第152首救主疼痛的声。救主疼痛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。你雨声落回，救我罪人的性命。主来救你，我搭救滚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使我最后前去。第2节。救主疼痛的音，我着刻骨的心，当我最最受定十字，听我实在真情。主来救你，我搭救滚你，用你所流的宝血，使我最后前去。真好，咱练习到这，请大家会记得把手机仔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，准备心礼拜。
尊贵到威严包围伊，关灵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荣耀甲关灵归互伊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，着带祭物来伊的面前，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。现在同齐来吟圣诗31首，上帝听下世间众人，请起立。向我一次。
是用信仰使徒圣经来告别，来做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启应文45篇，以赛亚书40篇，做回来，我来启兄弟姊妹来引。至圣者问：恁有啥物人亲像我？另举目看天，是上主，伊调集万军，算因的少爷。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权能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？伊袂夜，嘛袂sen。夜sen的人，伊互因有元气。少年人拢会夜sen，毋过倚靠上主的人会得到力，因会亲像鹰鸟体势飞悬。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早在永在，今嘛甲阮伫地的全能上帝。只有你是荣耀尊贵，配得阮学乐。当阮同心合意来敬拜你的时，愿你尊贵的名、高举荣耀的同在充满阮。耶稣，阮满心学乐感谢你，感谢你伫十字架顶为阮赔性命，赦免阮一切过犯。当两者试炼临到阮时，阮的身躯是求你差派圣神来提醒阮。最近国家甲国无平静，战争有时一天几落摆，遮个家庭爱派细囝，派现金，到迄个防空洞来伫遐度过飞弹来甲因攻击的时，主啊，阮看到遮个消息，阮的心真痛。求主，互战争会当煞，无辜的平民会当得到保守。求上帝赐和平，求公义甲平安临到冲突的地区，或者暴力无过来升级，安慰失去亲人、遮伤心的人，医治身体受伤甲心理受伤的人，嘛赐智慧，互各国的领袖会当停止遮个用怨恨。追求更较好、和平协商的道路，和平的君王，求你伫个混乱中来掌权，或者个国家的领导者有清明的眼光甲智慧，无搁选择战争，选择外交甲对话，互因用听甲智慧来取代遮个元首。主，我嘛为每一个人的身体来祈祷，求主赐下医治的大能甲平安，互阮的身体勇壮，灵魂会当搁较有活力。祈求这病脱离阮的身躯，嘛互阮相信医生
主，这是你赐予阮的恩典，互每一个人的身躯拢会当喜乐满足，伫即个变化的天气中得到保守甲看顾。嘛，求主保守阮的教会，伫每一时刻，阮拢享受甲兄弟姊妹三甲组织的恩典，甲伫主内的亲情，求你用你的疼，深深甲阮每一个人牵做伙。因为你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掌管世界，用聪明建造宫墙。你的慈爱满满伫逐角落，全地的王，感谢你对阮的疼痛，愿你的权柄来统管万有，荣耀存到永永远远。将一切权柄、荣光拢归乎你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新歌队要用啥款的听来学乐？
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3章1到5节，同齐来看上帝的话。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，蛇上贵洁。蛇对妇人人讲：上帝甲母婴讲，园内所有的果子，恁拢袂用得食。妇人人对蛇讲：园内所有的果子，阮拢通食。只有园内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，嘛毋通摸，恁若毋听，恁会死。蛇对妇人人讲，恁无一定会死。上帝知，恁食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。但牧师今仔日为咱讲到上帝的声音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天天父，伫圣的安息日，阮何等亲近你施恩的宝座，愿你接纳阮切切心无疑的心，愿圣神运行伫阮的心内，伫阮的中间，互见若参与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造就甲重用。愿圣神感动阮，催逼阮，带领阮，常常为主做见证。愿荣光归乎至高的天父，平安归乎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大先爱俄罗圣歌队呢吼。唱着真赞，迄歌词我拢咧注意看吼，会感动。我捌听过一句话：圣歌队若好，教会就袂倒。吼，较侪人来参与圣歌队，吼，真赞。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声音。这本吼，咱拢知影是上帝的话对吧？圣经，规本拢上帝的声音。对旧约甲新约，上帝一直甲世间人讲话，有时伊亲自讲，有时通过伊精选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、诗人、普通人，也是伊的门徒。伫旧约，上帝甲亚当甲夏娃一日开始就甲因讲：我互恁住伫遮尔水的爱甸乐园吼。你会当右手百花，树仔顶果子好食，你会当满来食。但是吼，迄丛会当分别善恶、分别好歹的树的果子，你毋通食，惊恁食了会死。上帝佫甲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后生该隐讲：该隐啊，你小弟亚伯伫倒位？因为该隐害死小弟亚伯。上帝佫甲拿阿讲：拿，你去做一只大船，因为我要落大雨伫地面40暝日。上帝后来佫找亚伯拉罕，甲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你着听我的话，我要甲你祝福满满，互你成做大国。伊说伊的某还袂生呢。老啊呢，啊要你成做大国，敢有可能？你爱离开你的本家本族，去到我所爱你去迄个迦南地，老年甲蜜的地，我要甲你祝福满满。你也着互别人，因为你得到福气，因你得福。得到什么福气？认捌上帝，知影上帝是听。咱的歌词拄则内底嘛有吼，咱爱认捌上帝。知影上帝听，这个使命吼，毋若互亚伯拉罕哦，嘛互每一位军队主耶稣的人，恁爱去互别人因你得福，爱去传福音啦，互人知影上帝是听，通得到上帝的听，
会当学习三听，这真要紧。过来，上帝甲亚伯拉罕的孙仔雅各讲，雅各要去阿姑遐找一个某，半路倒伫一个所在旷野咧困，梦中看见一支天梯对地透到天顶，上帝甲天使伫遐，上帝甲伊讲雅各，你的老爸甲你阿公吼，你爸爸以撒，你阿公亚伯拉罕，已经拢遵守我的话，你嘛着听我的话，我犹原甲你赐福满满，我要互你后裔亲像地面的沙啊遐尼济。后来上帝话阁临到摩西，上帝伫旷野出埃及记第3章呼召摩西，摩西啊，你要带你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去到我所应允要互恁的迦南地。后来上帝继续对历代的先知显现，上帝对撒母耳显现，甲伊讲话；上帝嘛甲以利亚讲话；上帝甲伊精选的先知讲话，叫因去代表上帝教示百姓。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。上帝毋但爱甲咱讲话呢，伊嘛真爱甲咱参详。上帝是会当参详的上帝，这点是非常要紧的启示吼。亚伯拉罕捌招待着3位人客，其中一个是上帝，2个是天使，诚做世间人的款式，献斗大，甲招待。爱愈招待愈感觉，哎呦，这3个毋是普通人。第2天透早，2个天使出发，上帝留咧甲亚伯拉罕讲，阮其实要去消灭恁遮吼2个充满罪恶的城啦，索多玛甲俄摩列。亚伯拉罕真好，真好心吼。听讲规城要灭掉呢，伊真好心甲上帝参详讲，我的主啊，一个城内底若有50个好人吼，你着赦免全城好无？上帝讲好啊。过来讨若45个，你嘛赦免吗？赦免。伊佫讲，我的主啊，你毋通生气。若有40个好人，你嘛赦免全城的人好无？上帝讲无问题啊。伊安尼直直讨呢，主啊，你莫生气，30个、20个、10个，讨到尾哦，若有10个好人，你嘛赦免全城好无？上帝讲无问题，因为看见上帝真好参详。这内底咧，甲恁启示吼，上帝听义人的祈祷呢，所以咱的祈祷非常要紧，特别是咱的代祷，咱替家己祈祷，替别人祈祷，上帝拢咧听。上帝因为义人的代求，愿意改变伊的旨意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吼。所以咱的祈祷真要紧哦。咱的代求真要紧哦。到新约的时代，耶稣来啊，伊就是上帝。耶稣常常甲12门徒讲话，常常甲军队伊的百姓讲话。特别伊甲因讲，我就是道路、活命、真理，恁来跟对我，除了我以外无别条路。这就是救世主的语言，充满平安，充满快乐，简单明了。我就是道路、活命、真理，恁来跟对我。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教示，真侪圣经学者讲，迄就是信仰内面上重要的启示啦。耶稣咧讲最后审判的情形。讲啊，真幼呢，一项一项甲咱教。耶稣已经甲天机透露互咱，咱着要避万变。
原来最后审判，毋是要问讲你圣经有背起来无？你一天祈祷几摆？主日崇拜有守无？周间礼拜有去无？这是干那造就你啦。参悟智慧、敬虔、敬拜，真要紧，干那造就你。只有实实在在好所行，毋若造就你家己，嘛造就别人啦。所以听是最大的。最后审判要问咱啥？耶稣一项一项讲呢？我腰你有食无？我喙焦你有清无？我寒哦，你有清无？我喙焦你有啉无？我出外你留我大无？我破病你有来甲我探病无？我受关监你捌来甲我探监无？伊甲遐义人讲真好，欢迎恁入来我的国。遐义人讲：我主啊，阮当时甲这做伫你的心上。耶稣有一个基督教上重要的宣告：恁甲这个好所行做伫一个至微细兄弟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这毋是啥物大工程啦，是咱生活中拄会着、做会到。咱捌摕互食无？咱捌去关心注意无？咱捌摕互穿无？咱捌摕互啉无？捌去探病无？出外留伊大无？关监去甲探监无？最后审判要问的，就是这个呢，实实在在的好所行。耶稣上天也咧甲伊的门徒讲话。伊呼召当时也称作扫罗的保罗吼，伊是当时的10大杰出青年，专门咧掠基督徒。伊受犹太教育，有神学教育，伊阁受希腊哲学的教育。伊真够辩论，上帝嘛要重用伊。对天理，伊带一群人要去掠基督徒，糟蹋基督徒。上帝用光照伊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困着我？扫罗的人生吼，180度大转变，变做为主大拼命。各位兄弟，圣经内面嘛有魔鬼的声，敢若出现3摆，敢若出现3摆，2摆伫旧约，1摆伫新约。第一摆是伫创世纪第3章，魔鬼开始行动啊，伊甲夏娃讲：上帝敢有影叫恁园中的果子拢毋通食？上帝哪有叫园中的果子拢毋通食？拢会使食，敢若迄阵善恶果毋好食。伊要引起夏娃的讲话动机啦。夏娃果然讲：无，园内树仔果子阮拢会使食，敢若中迄阵善恶果阮袂使食，嘛袂使摸，因为食了会死。魔鬼讲：敢有影食了会死？我甲恁讲啊，迄真好食，做你甲食。食了吼，恁会目光啦，亲像上帝安尼有智慧啦，伊晓分别好歹啦。夏娃就食，佮叫亚当食，迄是魔鬼吼，咧诱惑人违背上帝，怀疑上帝。第2摆伫约伯记，撒旦本来是足水的天才呢，伫以西结书有记载吼，伊嘛是基路兵其中的一个呢，天才其中的一个。伊本来进入咧固守约柜呢，伊是非常柔美吼，圣经安尼形容，阳光美丽，充满气力的大天才。但是伊家己想要做上帝，因为骄傲开始堕落。撒旦也伫天顶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话：你捌迄个约伯无？地面无亲像人，无人吼，亲像伊遮尔顺全啊，完全顺全义人，完全正直，亲近上帝。撒旦甲上帝因讲，迄是因为你吼对伊伤好啊啦，伊会遮尔好，毋是无原因的呢。你敢是常常用你的疼四面包围伊，
甲伊束缚满满，因全家甲伊一切所有的，你若甲伊一切所有的吼拢毁坏，看伊还会敬畏你无？上帝讲好，我甲伊交伫你手里，但是毋通害伊的性命。活过来就惨啊！约伯受到足大的苦楚啦，吼，足严重。咱来看旧约约伯记，看到真艰苦。但是伊坚持对上帝的信仰呢，魔鬼输啊！伊坚持，搁较苦难嘛无违背上帝，犹原信靠上帝。人类伫地面的操练，我那定定有足侪试炼啦，有时真侪苦难，但是咱毋通离开上帝，咱来完全顺服上帝，完全信靠上帝，来抗赢魔鬼的诱惑，甲咱家己的软弱。第三摆记载伫马太福音第4章。耶稣伫旷野禁食40天，当软弱的时阵，魔鬼来啊！耶稣完全的神性会惊神热，嘛完全的人性会受试探，有软弱，魔鬼就来啊！耶稣用人的身份代替全人类来对抗魔鬼的诱惑，做咱最大的模范啊！这个记载啊！魔鬼讲：你真妖吼！你若是上帝囝，伊知影是上帝囝，你甲地面的石头变做面包嘛，拢变做食面嘛。耶稣引用《申命记》8章30，甲伊讲：人活地毋是干那靠食面啦，爱靠上帝所讲的话啦。即句足要紧呢。人活的毋是名甲利尔，人拼一世人拢为着名甲利嘛。基督徒嘛，足爱名甲利嘛。世间人拢足爱名甲利嘛，迄诱惑挡袂牢嘛。贪官乱来的人，内底嘛真侪基督徒啊。基督徒有好人嘛有歹人啊。是安怎有人会堪得诱惑，有人袂堪得诱惑。会记得耶稣甲咱讲的话，《申命记》8章30，人活的毋是干靠食面啊。凡事爱奉主的名啦，爱活靠上帝驾驶啦。魔鬼也毋甘愿，甲伊带爬去咧圣殿的楼顶、厝尾顶，讲你对遮跳落。魔鬼真厉害呢，看到遮，咱来警醒呢。魔鬼对圣经真了解呢。魔鬼引用诗篇91篇12节，甲主讲，因为吼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要反复为着你反复伊的天使，甲你踢咧，互你袂受伤。耶稣引用《申命记》6章16节，甲伊讲，毋通试探你的上帝啦。过来摩西，迄个魔鬼吼，佮带耶稣去咧悬山面顶看。山骹万国的荣华富贵啦！伊甲耶稣，你拜我，你跪咧甲我拜，我要甲地面的荣华拢赏赐互你。耶稣讲哦，愈来愈过分吼！耶稣甲撒旦提去，耶稣引用《申命记》6章13节，甲伊讲，独敬拜上帝，你的主。独服侍伊啦，意思讲，我袂去服侍魔鬼啦，我袂去敬拜偶像，独服侍你的主。魔鬼提去，耶稣用申命记哦，上帝的话看赢魔鬼的诱惑。这诱惑咱敢挡会牢？妖恶呢，食面呢，名甲利呢，荣华富贵呢，耶稣做咱上好的模范。魔鬼的话，敢若出现这3摆，天下大乱。敢若这3摆，天下大乱。
因为世间人搞怪嘛，放纵私欲，无爱听上帝的话。基督徒爱安怎做，才袂辜负上帝的拣选啊？才会对得起上帝啊！才会堪得称作伊的囝。咱注意吼，耶稣对抗魔鬼拢引用申命记，申命记有一个中心点，非常的要紧吼。申命记一个中心点，申命记第6章40到90，申命记第6章40到90，这90经节是申命记的中心点。一日开始讲听，我的兄弟，恁爱听。就敬畏你的上主耶和华，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耶稣讲第一条上要紧的诫命，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原来伫申命记内底就有启示啊！我所教示恁的，恁拢爱遵守啦，爱想啦。爱听，爱想，爱记哩，爱照安尼去行啦。嘛，得要教示你的后生查某囝照安尼去行。无论你倒咧爬起来，伫厝内还是行伫街路，你拢爱想，爱辩论，爱讲，爱传，爱听上帝的声，爱会记得上帝的声，照上帝教示去行。你来甲伊绑伫你的手骨，犹太人真正有做迄个圣经带吼，绑个手的，嘛有做圣经盒仔，滴伫头遐，因为主讲你嘛爱记伫头遐吼，因做一个圣经盒仔，往带啊绑咧，敬虔的犹太徒，因会甲这6节吼放伫遮，咱来看一张相片。咱来看一张相片，咱就看到吼，这就是敬虔的犹太教的信徒，照一个圣经盒仔，内底就是放申命记6章40到90。恁爱阁写伫恁兜的门厅，等下吼咱甲写起来，阁爱刻伫你城门顶。这教示是叫人，你爱听上帝声，你爱会记得上帝教示，你爱照安尼去行。咱教会吼真侪周报印基督徒7爻8爻有无？敬神听人读经祈祷侍奉奉献，引带人信主等等，这都是足要紧啊！逐日爱做，常常爱做的啊！看咱有做偌济。你若安尼咧地狱咧操练，你诚做基督的精兵啊！我捌真侪人信主久久吼，要迷信，要惊吓。较早我参加做和平岛教会传道师，去探访一个老太太，入去就甲我讲：传道啊，阮兜最近真歹运的，大人囡仔拢破病啊，事业拢袂顺，读册也读袂好势。敢会即张耶稣的像毋好囥喺遮？你甲我看一个方位，我来换一个方向。我听者讲要分去咧。有挂迄张像无要紧的，主要是你的心内要有上帝呢。中央大学嘛，诚侪学生真趣味哦。中央大学我伫遐做校务，真侪故事啦。我有一个学生团契的干部。伊嘛是因教会青年团契会长，基督徒，咱长老教会。早起是第一节就走来找我，无事。我站足惊咧，拢无平安。我你惊啥？伊讲伊站到动物去看一出恐怖片，看看转来吼，煞毋敢坐电梯啦，够惊的吼，啊搁毋敢照镜，因为内底有鬼啊，毋敢洗身躯。哦，因为疫情啊足暗嘛吼。我讲哎哟，你敢是恁教会会长，啊嘛咱团契干部，你信主偌久？20档啊，我出世就信主啊。你有洗礼？有啊，我最近拄啊承认洗礼。
有主动知你是咧行啥。假使你无走去收惊，你也晓来找牧师祈祷。各位兄弟，这7号8号，咱也定定咧做吼，照上帝教示伫咱心内，照上帝教示去行，咱会甲上帝搭上线啦，源源不断领受对天而来的平安、喜乐、快乐。你会真是基督的精兵咧，你咧惊啥？你是基督的精兵咧。最后我讲一个见证，我做神学生的时阵，捌去高雄博爱教会实习。迄阵我才20外岁吼，因有一个长老，当时50出头，甲长老娘人足好，啊真疼我，定定招我去因兜泡茶，啊，佫会请我食饭。长老娘真后煮，大部分伫因兜食，有时啊去外口食。后来我才知影因两个真后相搭呢，感情足好啊，真够冤。一摆吼，伊趁长老娘碗盘收去灶骹，就咧甲我讲：陈同学，咱查甫人上无爱人念对无？我讲嘿啊，伊讲阮1箍，伊拢讲1箍吼，足熬念啦。咱念到吼，我要砸死，足艰苦呢。拄我咧讲，因长老娘活来，好，你讲我会歹话吼。陈同学，你敢知？即箍人就是足毋是款，伊嘛讲1箍。啊，我讲你听，你敢知？咱洗面洗好吼，敢是啊准好打，才甲吊起来个扭开，啊，毋是爱快打对无？即箍拢规条的哦，淡落落准害起来，水插插滴，也无扭开，安尼敢好？伊讲我拢有准啊，你哪有准？我开始冤啦吼，我敢若会使笑，袂使批评啊。后来，因讲一个见证，我足感动。因个四过共讲，我伫台南，我听到兄弟咧讲因个见证，我捌伊。原来因两个要困以前有一个足好的习惯，会跪咧祈祷啦，跪咧面床头祈祷，一人跪一边，爱困的人先起咧困。有一暗吼，这位长老迫切祈祷，祈祷啊真热切啊，长老娘已经起咧困。伊足热切的时阵讲出来，主啊！你有咧听我祈祷无？长老娘互做主啊！困啊，甲应讲有啦。伊讲伊惊一个吼啊，大欢喜，目睭闭紧，头壳举起来，准画出来。主啊，你伫倒位？主啊，惊一个闭起来，甲伊讲我伫遮。伊讲伊满腹的热情，敢若去互一桶冷水呛落。气者准备要甲骂，雄雄想到，上帝声通过我的长老娘临到我，上帝声音通过长老娘临到我，长老娘是天使。这点既然想通吼，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拢袂冤家，非常疼长老娘，因为长老娘是天使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听咱天父，愿你常常对阮讲话，愿圣神帮助阮常常注意听你的声，佮刻掉伫心内，佮照你的教示去行，互阮通正做你所听的行字，也互别人因为阮得到认捌你、信你，得到你听的福气。天父。你常常教阮三甲地地，愿阳光拢归伫天父，平安归乎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陈牧师的正道，咱同齐来吟圣诗。圣诗152首，救主疼痛的声。我。 感谢陈牧师的敬德，咱同齐来吟圣诗。圣诗152首，救主疼痛的声。我着欢喜来听，你我泪心流回，救我
当心伊用祈祷做行动来表现咱对上帝的疼。请坐，请坐。这是咱来看教会报告重要的消息，请先到周报第9页，也是咱会当看顶悬巴克利圣经学堂伫个松大教室吼，即间咱要来3月18号伫每礼拜3要来读圣经即个路加福音书的第2节。3月15。本主日咱第2堂礼拜了后，社区发展中心松道教室要来召开中级会，请中级甲团契会长来参加。后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的主日，台南新学院派12组的老牧师来本会讲道请安报告，请兄弟为着新学院的事工来关心大道甲奉献。114年度第2期的奖学金要接受申请。到今仔日10指，所以请成绩单甲相关的资料到办公室来甲干事索取这个申请表。咱本会伫4月26日，主日礼拜中要来举行圣礼典、有洗礼甲圣餐，要报名的人，请伫个3月20日，3月20日就是后礼拜10指来办公室报名。3月29、4月5号，第1堂礼拜了后有基要真理的课程。4月19参加门道会，要报名小儿洗礼的嘛是请办公室来报名，到后礼拜10指。为着要提供更较好的安全的空间，互咱101的展场要来进行门面的改善甲防护工程，咱为这件代志来祈祷，因为101展场是一个咱会当外口的人拍开，互因会当行入来教会一个重要的据点呐吼，请咱大家当心为这件代志来祈祷。好，咱来看教会消息，教会消息，咱来看团契消息。儿童主日2，这会当家己看。
会使 ，OK， 好，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，好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节。来，咱做伙来念一解。敬畏上主是得胜的根本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是搁一解。敬畏上主是得胜的根本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是箴言1章7节。所来，请咱来做伙吟圣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吟。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敬拜上帝的家信息。愿天父的疼痛、基督的救恩、圣神的感动，甲咱正兄这三甲弟弟，对这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阿免。阿免。请坐。